Bitcoin 由10幾萬跌到6萬嗰陣咧，全部人都喺度估，但全球最大嘅資產管理公司 BlackRock 過去幾個月一路跌一路買，管緊10幾兆美金嘅人咧，同你做完全相反嘅決定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哋唔係第一次咁樣做啦，而上一次咧佢哋就贏咗。23年嘅6月 ，BlackRock 申請比特幣 ETF 嗰陣 ，Bitcoin 咧25000左右，大部分人嘅反應就係睇多一陣先。24年嘅1月 ，ETF 正式通過45000，到今日最高試過12萬幾。嗰啲話確認咗先入場嘅人咧，等到啲咩呢？係5倍幾嘅成本，而呢一個咧就係睇唔明信號嘅代價。但今日我同你講呢一啲咧，唔係叫你去買 Bitcoin，而係 BlackRock 俾緊一個比 ETF 仲大嘅信號，而大部分人咧係連睇都未睇到。佢哋喺以太坊上面發咗一隻基金，叫做 Build， 做啲咩嘅咧？就係將美國國債變成區塊鏈上面嘅代幣，上線唔夠1年，規模已經超過幾億美金啦。而呢樣嘢咧叫做 RWA， 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。講人話咧就係國債、基金、房地產呢啲以前要通過銀行、券商俾一大堆手續費先掂到嘅嘢咧，而家直接搬到上鏈，中間人斬咗，門檻亦都拆埋。即係點呢？以前你想賺美國國債嘅收益，你要開海外戶口，要匯款，起碼都要幾千美金先玩得起。依家咧通過鏈上嘅平台，幾十蚊美金就入到場啦，24小時隨時出入，唔需要等開市。每一次金融基礎設施升級啦，最早搞明白嘅人咧都食到最大嗰嚿紅利。股票電子化係咁 ，ETF 係咁，而 RWA 咧相信就係下一個啦。上次 BlackRock 俾你信號，你冇接住，代價咧就係5倍嘅成本。今次嘅信號比上次仲加明顯，你今次又接唔接得住呢？